小朋友，你哋好，歡迎嚟到晚安啊，小耳朵。今晚我哋一齊走進帳幕入面，喺星空下聽一個晚安故事。準備好就開始啦。愛上乾淨的小獅。森林學校入面有一隻名叫小獅嘅小獅子，佢係一隻勇敢又鍾意挑戰嘅小獅子。佢鍾意攀石、跑步，又鍾意閱讀所有關於大自然嘅書籍。但係小獅有一個小小嘅問題，就係佢唔係咁鍾意沖涼、洗面、梳頭，亦都唔鍾意修剪指甲，對自己嘅儀容一啲都唔在乎。每次當媽媽叫佢沖涼嘅時候，小獅總係咁講：哎呀，等一陣先沖啦，我仲想玩多一陣啊。於是小獅每日返學嘅時候，頭上嘅鬃毛總係攣攣咁樣亂成一團，嘴角亦都成日留低食物跡，衣服經常黏住一啲泥巴，連指甲入面都不時藏住細小嘅沙子。呢一日，小獅孭住書包，開開心心咁去森林學校返學。早晨啊！小獅大聲咁同朋友們打招呼，但係小狗妍妍一見到佢就悄悄咁樣往後退一步，小烏龜阿曼都縮一縮佢個頭，轉個身就走咗啦。小猴子毛毛都細細聲同朋友講：我哋去嗰邊玩咯。小獅見到朋友都唔敢靠近佢，佢開始感到好無奈。喺音樂堂嘅時候，兔兔老師叫大家分組練習唱歌，但係大家都冇邀請佢。每當佢想走近其他小朋友嘅時候，大家都會離佢而去。放咗學之後，小獅一個人慢慢行返屋企，心入面感到好鬱悶，眼睛都紅咗起嚟。一返到屋企，小獅終於忍唔住攬住媽媽，大聲咁喊咗起嚟。媽媽一邊拍拍小獅嘅膊頭，一邊溫柔咁問：做咩事啊，小獅？小獅一邊抽搐，一邊講：大家都唔想同我玩啊。媽媽冇責怪佢，只係微笑咁講：嚟啊，不如我哋一齊試下做一件事啊！媽媽將小獅帶入浴室，放好溫暖嘅水，然後媽媽就幫小獅洗面、洗頭、沖乾淨身體，將佢嘅鬃毛梳得整整齊齊，最後仲幫佢修剪咗又長又污糟嘅指甲。小獅見到鏡入面嘅自己，眼睛即刻亮了起嚟。佢唔敢相信，原來自己都有咁乾淨同埋整潔嘅一面㗎。媽媽笑住咁講：將自己嘅身體同埋儀容保持乾淨，除咗令自己更加舒服，連其他小朋友都會更願意接近你㗎。小獅點點頭，好似明白咗媽媽講嘅嘢。到咗第二日，小獅又嚟到森林學校。今次小朋友見到小獅精神爽利、乾淨整齊嘅樣子，都紛紛走上前同佢打招呼。小獅，你今日好乾淨喎！
小狗然然開心咁講。到咗體育堂嘅時候，小猴子毛毛更加主動問小獅要唔要一齊踢足球。小獅開心得跳咗起嚟，好啊！從嗰日開始，小獅每日返到屋企，第一時間就同媽媽講佢想要去沖涼。佢亦都開始養成好習慣，食完嘢要用紙巾清潔嘴巴，喺公園玩完要去洗手，仲有定時修剪自己嘅鬃毛同埋指甲。原來外表乾淨同埋整潔，唔止望上去精神，仲能為自己帶嚟更多朋友同更多快樂。小朋友，故事就嚟到呢度啦。而家試下合埋對眼，深呼吸一下。希望你今晚有一個甜甜嘅美夢。晚安啊，小耳朵。